KBC Home。K Kingdom 國度觀念。P Provide Food Education 生活環。A Assist Spiritual Growth 靈命栽培。C Create Work Opportunities 工作訓練。T Training Ministry Workers 神國培訓。親愛的弟兄姊妹、教牧同工們，主內平安。回顧2005年 ，KPAC 開始了一項看似不可能的使命，那就是在印尼建立7個事工中心，將福音遍傳印尼 （Indonesia for God's Glory）。感謝神的恩典，也感謝你的代禱與支持。至今我們已在古邦 Kupang、三寶龍 Samang、馬朗 Melon、巴糖塔朗 Batangtan 與尼亞斯 Nias 建立了5個事工中心。在慶祝 KPAC 在印尼宣教20年的同時，讓我們一同數算神的信實與恩典，並且我也滿懷興奮地想與你分享 KPAC 即將啟動的計劃，設立第6個事工中心馬納多基督徒中心 Manado Christian Center。我們禱告，希望能在2027年結束之前，能完成 KPAC 7個事工中心，遍印尼南北東西，完成神給我們的異象福音傳遍印尼。為此，我們誠摯邀請你參加將今年6月17日在香港舉行的印尼宣教事工座談會。這次聚會將讓你和你所屬的教會能更深入了解今日印尼的宣教契機，並能與 KPAC 同心參與神在印尼的宣教大業。為了完成主的大使命，我們需要一個清晰的異象，一套有效的策略，以及一隊來自印尼本地與海外教會的合一夥伴宣教團。KPAC 期盼與你攜手同行，從香港出發，一同參與並推動神在印尼的宣教事工，為神國的擴展擺上我們的心志與行動。20年來印尼情宣教路願主恩心，神國異象今漸成，福音遍傳印尼心。